武林密碼最後入閘，競進輝煌。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6場賽事2班1004，賀年杯一枝獨秀大熱門係5準備。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呢，見到中間位置有飛輪步神氣麗人，最出嗰隻就飛鷹翱翔啊，埋邊走咗上去，健康愉快啦。紅黑隻間衫呢，阿基拉都走埋上去啊，飛輪步跟住第5啊，內欄第6一先生，出邊第7啊望空咗，黑衫黑帽嗰隻呢，就係競進輝煌啦，頂佢嗰隻啊，尾4 6 3係堅柔威啊，後邊3隻潮州精神、海明神區啊，暫時殿後係武林密碼嚟嘅。好啦，轉呢個香港體育院彎啊，前面放嘅馬呢，就飛鷹翱翔啦，神希麗人就跟佢啊，咁啊落後咗個幾身位啊，咁2個馬位到啦，跟住個第3係健康愉快啊，再1個馬位後邊嘅第4位有阿基拉，第5位飛輪步內欄第6一先生啊，第7位黑衫黑帽係競進輝煌啊，後邊4隻啦，堅柔威啦，走入邊黑衫武林密碼啦，藍眼就走出邊噶啦，就係呢隻潮州精神啊，包咗落尾嘅馬係海明神區嚟嘅。好啦，轉正彎入直路啦，飛鷹翱翔有理冇理就放啦，神希麗人中間健康愉快都追緊啊，中檔出咗嚟先啊，咁啊再見到中檔位置有一先生，出邊呢競進輝煌追緊，再見到外邊位置仲係潮州精神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咁啊透出嘅馬就健康愉快啊，馬林中間一先生上緊嚟，攝入邊呢仲飛鷹翱翔未散，外邊堅柔威布文又嚟啦，最出仲係潮州精神，贏馬係堅柔威捧走賀年杯啊，跑第2名嘅馬呢，埋邊黃衫一先生，咁啊埋邊位置黑衫武林密碼最出係潮州精神啊，結果賀年杯嘅得主係堅柔威啊，第2名呢，黃衫嘅一先生，埋邊武林密碼最出潮州精神。又係布文 OK 3號啊，堅柔威啊4.5倍勝出啦。第2名呢，哇馬房 Q 啊，最後一先生班德禮啊，第3名就係入邊嗰隻啦，武林密碼6號啊何澤耀。第4名呢，就係4號啊潮州精神巴道啊。今日布文真係堅柔威啊，都話一隻手唔夠啦，4 win 啊，攞埋 Q 啫嘛馬房，直落4 win。另一個馬房嗰隊係咁放。好啦，睇下預計派彩啦，跑第1名就係3號嘅堅柔威啦，獨人派45個半，位置派15蚊。跑第2名係7號嘅一先生，位置派96蚊。跑第3名6號武林密碼，位置派34蚊。連人位3搭7派1125個半。二重彩啦，3號7號順序派1236蚊，單啲3號6號7號派2723蚊。位置 Q 3搭7派244個半，3搭6派79個半，6搭7派664蚊。三重彩啦，3號7號6號順序派12771蚊，跑第4名係4號啊，潮州精神，時間1分21秒29。陽光勇士贏完，咁啊到堅柔威啦，3T 啊整隻一先生啊，要解埋姚永輝另一隻先得，一隻啊殺晒啦，後面都排住隊翻，好嘢啊！呢一先生反而步速快啦，有得追啦。嗰隻競進輝煌一再身亡啊！係咯，真係冇啊，衝落去。冇乜藉口啦，又加埋眼罩。加咗眼罩仲差啲添。都係阿蔡啲馬你好叻嗰啲就唔使咁多配件啦，短時間又再加又唔得啦呢次。堅柔威都好後先去打着，臨尾好似隻都有機會嘅，成排咁。成排衝上嚟咯。健康愉快都隻機會嘅。武林密碼喺裏邊等啦，一路都有個位啦，叫做有騎喺度啊。今日手風最順啦，就係布文啦。我擋唔住啦，咩一順就出嚟，蛇來轉運。
一抽落去嗰下係嘛，隻馬標真係。哇！有個財神添，係啊，有財神財神仔影頭馬相幾好啊！哇！真係堅有威啊！一線生前屆冠軍咁啊，都今日交出水準啦，攞翻第二。姚本輝係一條 Q，武林密碼內欄個閘位都有啲衝得唔順嘅，佢本來打下咯，跟住窒咗一兩下咯，係咯可能就係嗰一兩下過唔到去隻一線。一先生係衝得順咯，潮又或者州精神就心急係啦，走出出邊，如果佢唔心急咧，其實本來嗰隻武林密碼嗰個位就潮州精神嘅。係咯，咁佢大隻啲上嚟，可能係掙開咁啊，又再衝得勁啲噶嘛，唔使窒噶嘛嗰下。因為大家都差唔多馬啊嘛。係啊，結果啊，一隊女將喺前邊啊，快放頭先就係傾呢啲啊，你估你快，我快嗱咁啊！同馬房嗰兩隻係喎，兩隻同倉喎，係係咯，啊，跟住阿姐都讓一讓你啊，嗰度係輕 hold 少少噶嘛。不過兩隻當然 hold 少少已經甩開咗第三嗰隻啦，撳唔翻啊，係啦。埋到欄都捱唔到尾，又係團體馬贏啦。相當之多馬主啊朋友啊，人多勢眾，好遲啊，見有嗰人陽光勇士，我覺得兩隻馬，係所以都分流啊。嗰隻啊宋帥贏，呢隻賀帥贏啦今日。呢隻1400好啲啦，嗰隻可以再1600都得嘅，係咯，1600都得。澳文跑兩次贏兩次啦，呢匹堅有威。嗯，今季嘅第3 win， 4連環預計派彩啦，3號、4號、6號、7號派3722蚊。4重彩預計派彩啦，3號、7號、6號、4號順序派61455蚊。條脷冇一截都係仲勁咗啫嘛，季初整親啊，葉寶輝啊，話冇一忽噶嘛，攞3場頭馬，本飛一場就攞12+6喎。兩隻杯咯，報名榜第二隻杯咯喎，米奇喎下一場，即係第8場啊，另一場錦標賽。下一場29倍嘅，暫時嗰隻好冷啊！睇下過關飛落幾多啦？官萬物啊！係潘頓未得喎嚇，個第3啫喎。下一場大熱門初出馬。
儀式現在開始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the trophy presentation of the Chinese New Year Cup will now commence. 好啦，馬上睇翻呢個巡邏影片啊！起步啦，咁啊2、3、4檔呢有啲碰撞嘅，見有威啦、海明神區啦，同埋健康愉快。前邊呢一對女將嘅馬呢，外檔呢出咗嚟先啦，神希麗人啦同埋飛鷹翱翔兩隻都係走得比較行啲嘅，都唔係好約束得到啊。跟住就亞基拉啦，馬邊呢出閘快翻啦，健康愉快。中檔就飛輪步，外邊潘頓呢都俾阿布文呢攝咗一輪嘅，佢隻勁進輝煌呢都走住個2、3踏之間啊。埋邊就貼欄一先生啦，藍眼罩嗰隻潮州精神原先貼欄喎，走咗下佢就走出邊喎，巴道真係奇怪。跟住海明神區啦，何澤堯呢見你唔要來嗱，我咪穿上嚟咯，冇臨密碼。係啊，呢度咪出咗3碟咯！突然間咧，佢潮州精神。不過而家再睇翻直鏡，似乎啊苗健美早段就捉唔到嗰個神希麗人，都捉到左把右把啊，立咗幾次姜都捉佢唔到，變咗拉到好快嘅個步速。兩隻都行。係啊，兩隻都行。咁啊變咗咁快步速啊，益咗後邊嗰啲追㗎啦。堅又威，呢度都仲未揾到位嘅。但係呢啲啊識轉啊，識得轉下位嘅喎。唔係等嘅喎。係咯。積極揾位。今日梗係識轉啦。係咯。騎住站出嚟。風再起時又點咧，大佬？我揾到呢個位就你啦。喺呢度埋邊何澤堯就緊迫啲嘅。啱啱埋去啊兩隻馬。咁啊停咗2下到，咁啊冇咗個第2。一對灰馬後邊嘅。好啦，第6場都復幫完畢，派彩作實啦。位置 Q 3搭7派244個半，3搭6派79個半，6搭7派664蚊。2重彩啦，3號、7號順序派1236蚊。4連環3號、4號、6號、7號派3722蚊。
4重彩啦，3號、7號、6號、4號順序派61,455蚊。孖寶派彩頭關4號，尾關3號派105個半，頭關4號，尾關7號呢派241蚊。分段時間頭段13秒25，第二段21秒02，第三段23秒64，末段23秒38，總時間1分21秒29。